香港公屋做新中式都可以做到咁靚嘅，高級又大氣，全屋整咗4個房間。門口用唔同功能櫃加板材間隔睡房，上面隔3板唔焗氣，靠門口一側做鞋櫃執鞋執嘢，趟門入嚟擺低4尺地台床，衣櫃唔夠，吊櫃嚟湊，仲有安排個裝台。跟住呢度規劃成2個房，兒童房做組合床，身兼數職，充分利用立面高度，功能一啲唔會少嘅。隔離房 PD 門入嚟，收納方面做同側吊衣櫃，全鋪地台好執嘢。靠窗呢度佈置學習區最啱，不過客廳沙發展示櫃落足心機。轉過嚟後面就係主人房，地台床外置櫃桶方便執嘢，定製組合家私更企理，3寶齊全。呢度唔單止飾面板咁簡單，電視背景多元素結合，收納櫃穿插處理與眾不同，連住餐櫃夠晒大氣。幾愛全屋定製，你嘅香港專屬設計專家，家私設計同裝修一站式服務。